城主令，承城主赐谕，玄虎少君韩硕自成婚以来，勤勉柔顺，性情温良，传嗣有功，特赏赐玉如意一柄，孔雀羽扇一把，鸳鸯碧波绸缎3匹，上好绿茶1盒。琉璃瓶1对，少君怎么都是绿的？翡翠金冠1顶，少君。消消气儿。少君。少君有所不知，这花园城有一民俗，若长辈赐予晚辈与绿冠，那就说明长辈在夸你恪守夫德，贤良大度。这么说来，我还得感谢三公主，送了我一顶绿帽子。哎呦，少君你想开一点嘛！这孩子虽然不是你的，可媳妇是你的。这小人听说，在玄虎城也有一个民俗，说这男子一生可娶3妻4妾，这妾室所生子女，那这原配也应视同己出，悉心照顾。到了我们花园，只不过将男子变为女子，不知少君有何觉得不妥呀？三七，你跟他说不通的。哎，我说，这孩子不跟你姓，你急个什么劲儿？岂有此理！花园之事居然不随夫姓，多新鲜啊！我给你们算笔账啊。就拿我和你家少君为例，现在住这房子是谁的？三公主的呀。那日常开销花的钱是谁的？三公主的呀。这买屋子的侍从又是谁的？三公主的呀。若这孩子出生了，从谁的肚子里出来？还是三公主的呀。这不就得了？你家少君连生孩子都帮不上忙，就不要挑三拣四了。都说伴君如伴虎，我身边还一公和一母，花园城主也就罢了，可这韩硕可怎么办啊？简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！不行，我得把他踢到陈楚楚那边去。故事推到大结局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在我们花园城一向是女人当家做主，你若是敢违抗我，我就将你休弃，赶回玄虎城，让你不得踏入花园城半步。少君，你可得想好了。少君，龙骨，小不忍走乱大谋。陈芊芊，你这是在逼我！堂堂玄武城少城主，连个越人都比不过你。我们少君威猛阳刚，举世无双。那最好。请肃穆。太监妹又朝三公主去了，也就三公主能叫她吧。
三公主多日不见，怎么刚成亲就来小人这儿了？莫不是玄虎男子不懂乐理？三公主，您要是有时间，就常来教坊司听曲儿，可好啊？真好看。助手怎么还没来？我不知道。真好听，咱们花园城的男人都会弹琴唱曲儿。就是，玄虎城的男人会什么？什么都不会。哼。